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最近有關七仙羽嘅爭議呢？咁我自己又冇留意嘅，因為對於七仙羽呢個人呢，我從來都唔了解嘅。即係我唔知佢係一個藝人啦，定係真係一個法科師傅嚟嘅。因為佢講嘢好風趣啦，或者好搞笑啦。有時我真係分唔到其實佢喺度講緊笑啊，定係真係講緊認真嘅嘢。甚至我唔知道呢，其實嗰啲信佢嘅人，即係喺佢側邊講話信佢係師傅嘅人呢，係咪真係信佢係師傅？即係佢講嘅嘢呢，真係好搞笑噶嘛。所以我從來覺得佢係藝人，甚至係覺得佢係一個喜劇演員。佢所講嘅有關法科嘅嘢呢，我冇深入研究過。我甚至真係唔知佢係咪真係一個公認嘅法科師傅嘅。即係我自己當然啦，我自己唔係好信法科嘅嘢。所以對我嚟講咧冇乜分別嘅。但係喺法科呢一行嘅人，究竟公唔公認佢係真正有料嘅法科師傅呢？我係從來冇深究過。所以今次有關呢件事咧，今次有個爭議就係話佢保證，即係保證一個家長，即係同一個家長保證佢個子女咧喺作法之後咧就可以入到聖 Paul Collegiate 嘅。點知之後咧俾咗一筆錢咧，但係好大筆錢之後咧就竟然入唔到喎。但係佢又唔肯退款，本來佢係承諾退款嘅，佢又唔肯退款，所以對方咧就想用法律途徑去討回公道啦。法律途徑好明顯呢個係一個協議啦。協議嚟講咧就係一個民事嘅糾紛啦。任何呢啲糾紛都可以用民事去作出索償嘅。所以呢一點咧，我覺得冇乜嘢可以討論嘅。我想討論咩呢？就係有關刑事方面，因為呢次係有關法科嘅嘢嘛。法科嘅嘢即係嗰個作法啊，係咪成功，係咪有效，又或者佢係咪欺騙呢？而家有啲人就話佢係欺騙。所以咧就可以報警拉你，或者報海關拉你，商品説明條例啦。但係問題就係，如果係報警拉你欺詐罪咧，其實就唔咁容易去舉證嘅喎。所以一陣間我又想稍為去分析一下，究竟如果喺呢一宗案，如果係真啊，假設係真先啦嚇，因為我實在唔會知道當中嘅嘢係咪真嘅，因為而家七仙羽否認啊嘛，否認自己曾經作出呢個承諾啊嘛。甚至係咪真係俾個錢我都唔知，因為實在我只係睇報道嘅啫。我只係能夠咧，就係話，如果報道講嘅嘢係真，要檢控嘅時候，控方可以點樣舉證呢？如果真係告佢刑事罪嘅時候，可以點舉證呢？嗱，一陣我就會稍為去分析下呢一點。不過首先我哋而家聽下個案情係點先。2025年4月下旬，香港玄學界人氣 KOL 七仙羽突然捲入網絡風暴。4月24至25號凌晨，有人喺 Threads 及連登發帖，聲稱佢因4項罪名被警方拘捕，包括收費做法事、保證仔女入讀名校卻唔退款、超度英靈爭議、冒充慈善同埋倒賣廉價畫作。消息旋即傳遍社交平台，衝上熱帖榜，引起家長同傳媒高度關注。面對指控，七仙羽喺4月25號中午於 Instagram 刊登長文，貼出符咒與收據，強調行得正，企得正，並附上一張同外籍丈夫嘅合照，反駁離婚謠言。同一日傍晚， The Standard 刊登專訪，七仙羽否認被捕，表示正諮詢律師，並考慮向散播者發律師信。隨後佢開啟 YouTube 直播，邀請任何自稱受害者公開對質，重申從未用法術包入名校，只係提供助運服務。然而，多名家長喺 YouTube 及 Facebook 上載影片，聲稱已付逾萬元購買升學法事，孩子最終落榜且追討無門。部分家長組成傾偈群，累計30幾人準備報警，收集付款記錄、傾偈截圖及學校拒信，打算喺勞工節假期後到警署錄口供。截至4月27號，警方同海關均未發布任何拘捕或者立案通告。星島頭條與明報喺採訪中引述七仙羽話：謠言得啖笑，佢已經把合約條款交律師審閱，並計劃對誹謗者採取法律行動。網媒 U Lifestyle 及 Weekend HK 綜合報導亦指出，目前尚無法證實拘捕消息。若家長正式報案，案件好可能落入商業罪案調查科或者海關手中。潛在罪名包括盜竊條例欺詐、商品說明條例、虛假服務說明以及無牌慈善招募等。另一方面，七仙羽嘅公關攻勢未停，佢連日發帖預告蛇年運程影片，亦轉發警方反詐信息，自稱支持打擊騙案，試圖將輿論焦點導向網絡抹黑。The Standard 把相關報導歸入 Scam 熱門標籤，顯示該傳聞仍然被媒體持續追蹤。
嗱，再次聲明啦，以下討論咧就假設講嘅係真啦，即係因為我哋冇辦法，起碼我冇辦法搜證去證明到其實係咪真係有發生呢件事。阿七師傅係咪真係有承諾過呢啲嘢？係咪真係有俾過錢？嗱，呢啲所有嘅爭議，我喺呢個階段係唔會知道真相嘅，所以我唔會討論呢啲嘢係真係假。OK， 咁但係我就諗下咧，就係究竟如果係真嗱，假設對方係可以證明到，原來佢真係俾過錢，而所以真係有承諾過，如果真係入唔到聖 Poco Act 嘅話咧，佢又真係會回水嘅。嗱，如果真係有晒證據嘅話，即係呢啲客觀事情真係得以證明嘅話，咁告唔告到欺詐罪咧？我哋知道咧，欺詐罪係屬於盜竊條例嘅16A 或者17啦。嗱，呢兩條罪咧就好類似啊。16A 又係欺詐罪，17咧就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物啦。咁就都叫做欺詐罪，通常都會叫就係行騙啦。咁咩情況之下會告16A？咩情況之下告17咧？嗱，通常就係你真係真金白銀攞咗佢啲財物，你佢啲財物，而且用欺詐手段，用一個不誠實手段去佢啲財物，咁就係用17去告嘅。咁第16A 咧就係另一種喎，就係一啲虛幻少少嘅，未必真係實質嘅財物嘅，可能係批准嘅信用額啊，又或者係對你造成一啲便利啊，類似嗰啲咁嘅利益，咁就會用16A 嘅。咁但係16A 咧，經過之前咧喺2002年，如果冇記錯，就陳鑑清案啊。咁嗰時終審法院就話咧，如果係16A 嘅話咧，就唔使證明佢真係有不誠實嘅行為喎。嗱，你要知道頭先我話17嘅話就會真係攞到佢財物嘅，硬框框係財物嘅。咁但係就要證明佢有不誠實嘅行為。就唔係攞到實質嘅財物嘅，可能甚至未攞到財物，只係想佢啲錢未到手嘅，就可能 16A 喎。咁 16A 咧就唔使不誠實嘅手段嘅，係可以佢明知嗰件事係假嘅就得噶啦，又或者罔顧嗰件事係真定假都可以。咁兩者分別好少嘅啫。終審法院係講明嘅就係話，如果你所謂不誠實咧，係有個道德嘅諗法嘅，即係你要對嗰個行為咧有個道德批判嘅，係負面嘅。咁但係如果係話明知係虛假或者罔顧係咪虛假，只係一個中性嘅描述嚟嘅啫，即係嗰個人就係明知係虛假咧，係一個中性嘅描述嚟嘅。咁喺16A 嚟講咧，就可以喺呢個中性描述，就係只要佢係明知係虛假，又或者罔顧係咪虛假就可以啦。咁今次七仙女如果講嘅嘢係真嘅話，即係傳媒講嘅嘢係真嘅話咧，佢就真係已經過咗數咯，過晒數咯。跟住頭先講法咧，就應該用17去告佢。好啦，咁但係點證明係不誠實咧？嗱，頭先講咁複雜嘅嘢，你可以唔理啦。咁但係點樣證明佢當時係明知虛假，又或者係不誠實呢？嗱，呢一點就較為難少少咯。即係喺呢件事講，因為牽涉法科啊嘛，佢可以話我信嘅喎，我信真係得嘅喎，點知我唔得啫嘛，係嘛？我信嘅，唔係明知虛假嘅喎。嗱，你當然啦，你話你最後唔退款，咁唔退款你咪用民事去索償咯，即係要我賠翻去咯。咁但係而家你告我行騙嘛？告我行騙即係話咧，你要證明我氹你俾錢我嘅時候，我已經明知呢一件事係冇效嘅，或者未必有效嘅，因為你話有100% 可以保證我入去聖 Poco Act 嘛。咁但係如果明知冇效，又或者唔係一定有效，咁都算係虛假，明知虛假嘅咯喎。咁點證明咧？呢一點先係最困難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以法科嘅情況嚟講，我即刻諗到可能有幾個方法啦。例如睇下有冇一啲證據可以證明到佢個往績。例如如果呢次唔係第一次嘅，其實佢已經同其他人講過，我保證你可以入到聖 Poco Act，或者保證你可以呢個法事之後可以入到某間學校。咁但係其實失敗過嘅喎，你明知失敗過，而且你都真係有經驗失敗過，咁即係你明知唔係100%保證入到去啦。咁嘅情況之下，你都宣稱自己可以100%保證嘅話咧，咁你呢個就係明知虛假而獲取嘅財物啦。咁呢個係算係其中一個可以舉證嘅方法咯。咁所以就要睇下究竟有冇證據證明到佢之前曾經試過失敗，而佢係明知失敗。OK， 呢個第一種可能性咧。咁另一個可能性就係、其實佢講出嚟嘅時候，一個合理嘅人
都會知道係好離譜，冇可能係真嘅啦。即係嗰個超自然到呢，你冇可能覺得係真嘅。咁呢個呢，就要睇下真正佢嗰個法術係點樣啦。即係其實佢當時係用乜嘢方式作法啦。咁如果佢個作法方式係人都知係假嘅，咁咪可以話佢係明知虛假。咁當然呢個就較為去難去肯定嘅。咁可能就要用專家證人啦。專家證人就係正如道士謀殺案啦，佢用專家證人證明其實呢，我哋真正嚟講，道教唔會咁樣做嘅喎。如果佢咁樣做，宣稱係道教嘅話呢，實在佢一定係呃人。OK， 當時係有傳召一個咁樣專家證人嘅嘛。咁事實上，如果你真係想證明七師傅係當時明知係假，然後做呢啲法事嘅話呢，咁你就要證明，即係可能用專家證人證明嗱，真正嚟講，一個正常法科師傅嚟講係唔會咁樣宣稱嘅，係唔會咁樣做法事嘅。佢一定冇可能，即係合理嚟講，都冇可能會認為自己可以100%保證到可以入到呢間學校。OK， 咁當然就較為辛苦嘅，即係我唔係好肯定究竟執法機構會唔會真係舉證啦。咁所以呢，好多時就話呢啲情況，你最好就聯合埋好多苦主一齊。咁點解聯合埋好多苦主一齊就可以呢？咪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嗰個情況呢，就係當你有好多 case 嘅話。咁即是話其實A、B、C、D 4個人，起碼即係發生到第4個嘅時候呢，就起碼頭3個已經未必係成功㗎嘛。咁頭3個未必係成功之下，你仲第4個，你仲同第4個講話肯定100%可以成功。咁呢個情況就肯定其實第4個肯定係明知係虛假啦。如果你話第4個明知係虛假，咁就有理由相信其實頭3個都係虛假咯。咁所以呢，如果被行騙，你集體報警係好過一個人報警。因為呢啲情況之下，你就可以較為容易去證明到原來係明知虛假，甚至係不誠實嘅手段去獲取佢嘅利益。OK， 咁當然啦，再講一次，七師傅係咪真係做咗呢啲事？我冇查證過，我純粹睇傳媒講嘅啫。即係有網友 PM 我，同我講話有件咁嘅事，想我睇下法律嘅意見。咁我即時諗到呢啲嘢嘅啫。我亦都唔會知道其實個後續會係點。例如咧有一度咧我就睇唔明嘅，佢話超度英靈而唔肯退款，呢度我就唔係好明嘅。即係超度英靈就冇得證明成功與否㗎嘛，咁點解要退款呢？咁我就抄極都抄唔到，其實點解對方話要退款？咁似乎對方只係縮沙，如果縮沙嘅話就好難真係要求人退款嘅喎。即使嗰樣係真好假好，你要求佢做一個儀式，嗰個儀式叫超度英靈啦嚇。就算我認為係假嘅，即係冇呢樣嘢嘅，咁佢哋都可以認為真㗎嘛。咁你做咗之後先至要求退款，又似乎唔係咁合理喎。所以我呢度唔係好明嘅。如果你大家有人唔明白嘅話咧，可以試下留言話俾我聽，究竟係一回咩事咯？好啦，咁呢件事似乎就未告一段落嘅。如果真係有需要用我呢個頻道嘅方針去跟進嘅話呢，咁我都會跟進。咁當然我呢一個唔係花生台，即係我唔會用一個食花生嘅方式去跟進呢件事嘅。OK， 好，今日同我分享咁多啦。